好厉害哦！有没有听？高材生哦，高材生，高材生。现在也还是要颁奖。好棒！谁来了？谁啊？对我们6班是一个很伟大的人物。洪大医生。他带给我们奇怪了。很多 OK 啊。像人家常常打你们的样子，我也不过动过几次而已。你要这样。他给我们很多的期许。等一下，是说你们真的要毕业的时候，是不是还要再送一次？对。我觉得我有赚到了。现在先把毕业礼物要起来放。我有送2个。还有多余吧。对。说等一下，我带你进入站门刚刚。是啊，多屌！多屌！多屌！是啊。来，手伸。哎呀，手表。哎，好棒啊！还没带。好啦，谢谢了。15分钟到了没？你说呢？来，现在换提安跟所带来的勇哥抛土来领。
小心小心，真的。大家来欣赏一下我美妙的跳舞。那是窝窝头，窝窝头，哎，发贵啦！哎，两个发贵要恁发啦！哎，发贵要恁哎呦，怎么做那个样子了？不要做那个造型啊！对啊，比例要正确啊！比例要正确，比较健康。好像剩下一个钟了。不要斜念，不要斜念。为什么要有那个造型呢？我在乎了。假的，哎，好贵哦，好贵。布丁的最下面那个，因为藕泥布丁很多人选不是吗？按中间那个应该是水果布丁吧？小孩子哦，热量好高，那么多蛋糕，热量好多。哎呦，够环保。给你
要。哦，好棒！在麦克风。不要了，我可以啦。不行，只有一句话得到这个奖的，真是实至名归啊！我们先给郑玉华、李婉玉跟陈玉华先准备一下，准备好不好？想不想看票？想。欢迎。哎呀，欢迎俊达，欢迎林平好，宜安跟文宇，快手，这有节奏，不要太慢哦，不要太快，越快，看配多才多艺哦。花肉团体，黄太莹，苏文云，苏文金。好，接下来是霸王帮带来的到，欢迎你要出去表演。有啊，好，五花肉团体，带来的。五花肉摇摇乐团开始，预备，谁呀？感动的时刻来了，会不会唱朋友？会。太白了。